月15日朝頭早7:15，我哋一班同學展現咗勤勞同埋責任感。佢哋準時返到嚟學校集合，我哋要帶住探究嘅心，一齊出發去廣州同埋佛山啦！冇錯啊，雖然車程好長，但係同學之間發揮咗團結嘅精神，旅程間互相照顧。今次交流嘅核心目標係要加深對國家發展嘅認識，培養國民身份認同。呢度嘅後面係廣東省博物館，呢度有好多珍貴嘅文物，我哋睇到國家歷史嘅厚度。學習過程唔單止睇書，親眼見到呢啲文化瑰寶，令我哋嘅國民身份感更加強烈。我哋依家嚟到咗粵劇藝術博物館，粵劇係我哋傳統藝術嘅結晶，我哋大家都應該要好好認識。我哋需要有一份承擔精神，去保護呢啲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將優秀嘅傳統一代傳一代。我哋踏入佛山，呢度係南風古莊，500年火光不息，象徵住中國人堅毅不屈嘅精神。係啊，前人喺艱苦嘅環境下，依然堅持生產，呢份毅力好值得我哋學習。我哋而家到咗石灣陶瓷博物館，呢度每一件傳承嘅陶瓷都體現咗工匠嘅勤勞同埋卓越嘅態度。冇錯啊，我哋睇到藝術家點樣用雙手創造價值，呢種專業精神就係社會發展嘅基石。祖廟唔單止係藝術建築，仲係表達孝親嘅地方。正所謂百行以孝為先，我哋應該將孝放入心入邊。